昨号才拄经过大雨侵袭的台南，民众不满心情也未退。加讲11号受西南风影响，搁落起大雨。市长每天6点42分伫脸书发布消息，不过网友也准讲市长发文是要宣布停办课，这块内容却是点出目前台南的雨量累积表，提醒大家要注意好好。所以网友纷纷伫脸书留话：为什么无要停办课？质疑市长这个雨也够标准吗？只是11号市长并无宣布停办课。但如果雨量很大的话，我们也真的没有办法，只好这个停止上班上课。但是因为根据中央气象局以及实际测得雨量，现在的雨量并没有达到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。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不要再下雨最好。我相信民众也不是为了想下班下课来这个敲碗，民众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是比较不便，这一点我们还是谢谢民众的合作。但是10号伫安南区累积降雨达到229.5毫米，全台落上济，造成多处积水淹水。南市灾害应变中心紧急提升为2级开设。市长嘛赶到安南区海尾抽水站来视察，要求市府团队确保抽水机组的运作。各地的这个抽水站都紧急启动了。那目前为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水位也相当高。那因为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努力来把这个淹水或短延时强降雨所造成的灾害能够降到最低，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来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安南区地势较低，拄到好大雨，内水就无容易排出去。水利局持续兴建大型抽水站来改善容易淹水的状况。今日新闻，阮吉采访报道。